辛苦少少，500米，1250，啱啱過完畫房就1750，500米。我啱先同你哋計咗條數啦，30零掌就100米嘅，我計夠你40掌100米，500米即係爬幾多啊？200米，200掌嘅啫。你話多唔多咧？200米你由頭取到落尾咧，我100我都覺得好辛苦嘅。咁但係嗱，我話咗啦，其實超過200米、250米以上嘅咧，嗰啲已經開始叫咩啊？中長距離啦。其實最辛苦係300米，因為300米點樣最辛苦咧？就係你係啱啱無氧同有氧正中間。嗱，500米唔係嘅，你一路帶住係有氧運動嚟嘅，嚇，唔使咁搶嘅。OK，ready。我哋唔打數噶啦，我哋每10下報一報俾你哋聽嘅啫。好 ，ready go。一齊。呢個任務自己每一掌問下自己有冇攞錢，3有冇入心？幾好啊，齊獎㗎。20今日坐喺上面，同你坐喺度會朗好多嘅。係。50。O 唔 OK？ OK 啊。嗱，尖沙咀仲大風大浪啊！好。但係打鼓就相對難咗咯，我覺得。係，但係到時咧，佢有個鼓真係俾你夾住咧，你又冇咁辛苦嘅。哦。咁我哋會唔會練習嗰陣時都有個鼓啊？呢張椅我都偷雞俾你嘅。OK。而家數到幾多下？掛科。嗱，控制嗰個呼吸，拉板呼氣，回板吸氣，唔好急，做好個節奏。唔好耷低頭，望前，唱到呢條氣到啦，過咗一半啦，Control your beat。唔好耷低頭，唱通呢條氣道，挺直呢個人。仲有100零米咋，頂埋佢。50掌收工啦，嗱，頂埋佢。3四之後加力，有冇？好。2、1，唔係停咩？3四後加嚟㗎。6、7、8，砌埋目標在望。1、2，俾啊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好easy。
右邊全部坐下一格，你唔使喐。我休息飲水。呢啲啊？我飲水飲水。哇！你坐正我前面都聽唔到我講乜嘢。嗱，我見你後段咧，你係聽後段發嬲。咁就有個副。嗱，記住，嗱，俾啲 tips 你哋。咁我睇你哋咧，有啲人都爬到一半或者甚至乎一半未夠咧，就已經開始面青口唇白啦。咁咧，控制好自己個呼吸。點控制好個呼吸咧？個重點就係個呼。當你發力大啖啲將啲廢氣呼出嚟嘅時候，大啖啲呼，你直頭就有幾大啖氣得幾大啖氣呼出嚟，你將個廢氣盡量呼出嚟，令到你個肺盡量有負壓，咁你可以唞多啲新鮮嘅空氣。咁呢個係可以你可以控制到嘅，記住。你呼氣嘅時候應該明直頭係 feel 到個肚係縮嘅。你越大啖呼氣，你下一啖唞到嘅氣就更加多。咁咧，你就可以 keep 到咧，你又唔使咁快咧啲喘啊，有心悸啊，個心明顯 feel 到個心跳到就嚟想死咁嘛。控制好個呼吸啊！咁亦都見到嘅，我都曾經做過嘅。當你一冇氣一冇力嘅時候，好多人嘅習慣就係咁啦。嗱，你一冇氣，你越耷低個頭，只會令你更加快冇氣，越攰越要。control 下自己個呼吸，你堅持掘2、3掌，開大個人，唔好縮晒，開大個血，你會發覺條氣翻嚟㗎。記住咯，好啦，咁咧，一樣都係500米，咁咧就唔使啱先咁由頭到尾啦。我要你哋咧30下俾你。30下放鬆 ，keep 住爬到500，明唔明？30 fast full power， 30 relax。OK， 準備。先開始係快啊，俾力啊 ，full power 出30。Ready， 掌板入晒水 ，Go！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、31、32、33、34、35、36、37、38、39、40、41、42、43、44、45、46、47、48、49、50、51、52、53、54、55、56、57、58、59、60、61、62、63、64、65、66、67、68、69、70、71、72、73、74、75、76、77、78、79、80、81、82、83、84、85、86、87、88、89、90、91、92、93、94、95、96、97、98、99、100、101、102、103、104、105、106、107、108、109、110、111、112、113、114、115、116、117、118、119、120、121、122、123、124、125、126、127、128、129、130、131、132、133、134、135、136、137、138、139、140、141、142、143、144、145、146、147、148、149、150、151、152、153、154、155、156、157、158、159、160、161、
跟齊。下住，放鬆，放鬆。40。50。嗱，未回到氣嘅，控制好呼吸，搶多幾啖，準備爆啦！60。俾力，俾力，俾力！呼吸，呼吸，龍仔個呼吸。90。喂，呢個時候回氣啦，大啖啲呼，大啖啲吸。100。跟齊，跟齊。好，於是完晒啦，超額完成。好，休息飲水。我休息飲水啊！係。冇打爛隻船啊！你掹爛㗎嘛？我呢隻水寫解話㗎嘛？冇打爛，冇打爛。好啊，唞下。辛苦嘛？還好。啱先個面都青埋。係啊。琴晚係啊。我嚟緊禮拜五去舞台比賽，之前仲要開嘢喎。哇！你教練啊嘛，勁。就係成日都係教，冇得練啊！用比賽嚟練。今日啲人先至同我講話，哇！觀塘你好多場要跑，我話幾多場？佢話5條路。哇！ 5場，我得未破過紀錄。一日跑5場。15場。一人爬15場？5條啊嘛，每條爬3場啊嘛。哇！未破過紀錄，我最高紀錄22場。全程都喺個碼頭度有上有落。咁佢成架船都係可能差唔多嘅人咯。排幾隊嘛我。哦。好啦，我哋嚟啲刺激㗎。
嗱，話多又唔多，話少唔少，40掌，我要 full power， 跟住就唞得㗎啦。剩40。嗱，冇得拉快回慢，拉快回快，全部都要快。除咗呢樣嘢，啊，你當係做煙頭服，其實都係煙頭服。啊，等佢唞夠啦。我以你做標準，你唞夠就得夠。溝未？大家我唔想打翻去，我唔想打翻同你留位啊喂。冇事嘅，冇事嘅。隨時都可以。啊？可以啊，隨時可以。舊年喺度慣低2件㗎。將軍澳嗰件直頭係拜拜咗添啦。呢度仲好啲，你幾分鐘上到岸。你將軍澳30分鐘先上到岸，拜拜得啦。將軍澳係咩事啊？好嗱嚟咯，40 full power 40，前面嘅做翻足嘅蛙幅，有幾快得幾快。喂！ Go！ 去啦，唔好留。喂，唔好走啊！企住！最後10掌，整埋佢！嗱，你咧做鼓手咧，除咗control個節奏之外，你要帶起佢嘅情緒。好。啊，即係嗱，我唔知到時有冇教練跟你哋落船做抄手或者咩成啦。咁但係你鼓手嘅，係啊，到啦，就到啦。嗯。俾埋佢，鼓勵性啲，揸乾佢。OK。哪怕佢衝完線暈低喺度都好，都衝咗線啦。OK。嗱，你要即係俾佢知道，喂，仲有幾耐？到啦，喂，俾埋佢10掌。嗯。你當然你唔輸啊，有10掌。喂，快到啦，俾埋佢啊，俾啊，爭少少就贏啦，俾啊！爬極都係爭少少。唔係，你爭少少就贏隔離嗰代嘅意思啊。OK，想轉個彎道嗰啲啊。係，即係你有啲鼓勵性嘅説話，你要俾佢覺得，喂，就快到啦。有希望。係啦，即係500米，喂，排咗250米，喂，過一半啦，頂埋佢啊！其實嗰個時間係最攰嘅。嗯。當你俾佢知道，喂，我過一半咯喎，越嚟越近咯喎，一下越嚟越近嘅時候，佢哋啲力就會嚟㗎啦。嗯。當你好似爬極都未到，你唔俾佢知道啲咩息路，哇！爬極都未到咧，好絕望嘅時候，喂，你要同佢講，喂，仲有一半啫喂，扯埋佢，佢聽到個心情就唔同啊。好。你鼓勵下你呢啲保險 sales 嘅嘢吹嘅啫，嚇，即係明冇嘅，吹到有咯嚇，識㗎嚇。OK， 我哋慢慢翻去。好，大動作小力量，慢慢輕鬆爬翻去啊！
嗱，你哋今日做咗2次嘅賽程㗎啦，有好多人，我聽翻嚟嘅係啲人話，咦咁快就到㗎啦？係啊，咁快咪即係話咁快就到㗎啦。嗱，你咪嚟多次啊！我冇所謂㗎。真啊！唔係啊，嗱，5塊佢連帶同埋跟住萬加埋。好啦，孫總，嗱，你哋係咪孫總要求嚟多次啊？好嚟，我慢慢了前，我哋750蚊起步。30塊30萬。750蚊，跟住未到1000蚊，兜大啲。嗱，我哋有個轉彎㗎，即係你爬直線直去200，跟住轉個彎100，跟住再翻嚟200，啱啱500。OK， 好，暫停。好啦，有冇人試過起步嘅？有，我試過啦。係，起步應該點做？嗱，5下咧係一般嘅爬法係5下嘅，有人出邊係3下就起步嘅，亦都有啲10下起步嘅，咁混合就當5下啦嚇。咁講5下應該點做？複雜，大力。嗱，我不嬲嘅建議咧就係第一獎係半獎嘅，唔需要急拉喐。第二獎即刻要點啊？有幾前撲幾前，有幾深掘幾深，有幾快拉幾快。咁跟住個節奏咧係由慢去到快。5、4、3、2、1，去。OK， 係咪好似癲㗎咁？一步一步即刻。好啦，咁準備咯喎，我哋做5板起龍，跟住大拉到尾啊！好 ，Eddie。Go！ 拉大。做大啲啊，福！做大啲啊，福！未到。控制好呼吸，控制好呼吸，拉板呼氣，回板吸氣，唔好越爬越短，我要挖分，學前，有腳。好，一半啦。嗱，一半㗎啦，頂住佢。轉晒彎之後加力10板，跟住睇加翻速，控制好個呼吸。3、4之後加力10板，3、2、1。
咬實到手嘅，咬實到手嘅，控制好個呼吸。